闽南话夭折，应该怎样讲？怎样写？夭寿，释义夭折短命早死，释义引申为表示不满、惊讶或遗憾，释义引申为非常，释义引申为过分的、恶毒的，夭寿，释义夭折短命早死。迄个囡仔出世无偌久就夭寿啊！这个小孩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，夭寿，释义引申为表示不满、惊讶或遗憾。夭寿，阮这条巷仔昨昏就倒着贼头啊！缺德，我们这条巷子昨天又遭小偷了。夭寿，释义引申为非常，这粒木块夭寿甜，这颗木瓜非常甜。夭寿，释义引申为过分的、恶毒的。你这款人，啥物夭寿代志做袂出来？你这种人，什么过分的事做不出来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